走喺香港條街度，10個長者入邊有7個都推住拉車仔。後生仔出帖質疑買餸何必推咁笨重嘅車，呢番話瞬間引爆全網。但當我哋摸開真相，方至發現佢唔單止關乎生存，更藏住令人鼻酸嘅殘酷現實。如果你都會老，你絕對走唔到呢部車。香港老人家們出街嘅標準配置，亦係陪伴佢哋行過無數個日日夜夜嘅老拍檔，我哋俗稱嘅拉車仔。最近喺香港嘅一個本地社交平台度，有一位後生嘅網民發出咗一段靈魂拷問。佢非常虛心，甚至帶住一點點疑惑淡化貼文，真心想了解下點解街上嘅老人家10個入邊有7個都會推住一架買餸車仔，而且我睇佢哋拉嗰架車仔係真係非常有分量，非常巨大啊！去買個餸真係有咁多嘢要拎咩？呢個問題一出嚟，瞬間就喺網絡上炸開咗鑊。好多後生一輩可能真係覺得去街市唔係就係買2棵菜，買一塊半肥瘦嘅豬肉，再搭幾條蔥咩？能有幾重？隨手拎個環保袋裝埋一齊咪得咯。佢哋腦海中嘅買餸係一件輕飄飄嘅日常瑣事。今日就等我哋以一個過路人嘅目光，一齊拆解呢個香港街頭獨有嘅拉車仔現象，睇下嗰啲骨碌骨碌嘅聲入邊到底裝載住點樣嘅生活重量。首先，我哋要徹底打破好多人腦海中嘅一個刻板印象，去街市買餸真係僅只係買幾棵青菜咁簡單咩？但係網民們喺評論區度直接道破咗老百姓過日子嘅殘酷真相。一架望落唔起眼，甚至有啲破舊嘅買餸車度裝嘅往往係支撐一成個家庭正常運作最沉重、最不可或缺嘅生活必需品。有過路人直接喺評論區反問後生網民：一包8公斤嘅白米，你試下單用2隻手攞返屋企，再加上3星裝嘅洗衣液、家庭裝嘅大支洗頭水、最大容量嘅沐浴露呢？除此之外，仲有沉甸甸嘅漂白水、地板消毒劑、一大袋特價嘅橙同蘋果，幾罐同孫仔煲湯買嘅豬骨頭。呢啲嘢如果全部塞晒入環保袋度，嗰個重量絕對可以將人嘅手指勒得出血印子嚟。好多後生嘅父母都要外出行工揾錢，每日早出晚歸，喺寫字樓度拼搏，根本冇時間去兼顧屋企嘅柴米油鹽。於是好多已經退休嘅長者為咗減輕子女嘅負擔，心甘情願地主動承擔起咗屋企嘅後勤部長同埋採購總監嘅工作。老一輩人通通係喺苦日子度捱過嚟嘅，佢哋最識得精打細算，特別係遇到超級市場搞特價嘅日子，例如買2件有8折，長者日全場9折嘅時候，呢啲老人家點樣可能會白白錯過呢種慳錢嘅好機會？為咗慳翻嗰10幾20蚊嘅差價，佢哋往往會推住車仔一次過買足屋企好幾日嘅伙食，甚至好幾個月嘅日用消耗品。香港嘅城市地形係非常考驗人嘅體力嘅，呢度周圍都係山路同斜坡。如果你住喺半山區、觀塘、慈雲山或者係西環呢啲需要爬大長坡、行幾百級樓梯嘅地方，返屋企嘅路簡直就係一場艱辛嘅跋涉。呢度冇咁多平坦寬闊嘅林蔭大道，多嘅係狹窄嘅天橋同陡峭嘅樓梯。老人家手度如果冇一架可以借力、可以拖住行嘅車仔，單靠一雙生滿老繭嘅手，將呢啲幾十斤重嘅生活物資攞返屋企，嗰個簡直就係一項冇可能完成嘅極限運動。所以第一個關於拉車仔嘅真相其實非常簡單，非常直白，根本唔係老人家們中意推車，亦唔係佢哋專登要喺狹窄嘅街道上霸地方，而係生活嘅重量逼得佢哋必須用呢架車仔嚟裝載。呢架手推車根本唔係啲咩普通嘅買餸專用嘅生，佢係香港長者們為咗維持家庭運作而配備嘅家庭物流車。佢入邊裝嘅係對子女滿滿嘅體貼，係對呢個家無怨無悔嘅付出。睇完咗車仔度嗰啲沉甸甸嘅重量，
我哋再嚟睇下拉車嘅人。喺嗰個貼紙嘅評論區度出現頻率最高、最令人感到無奈嘅一個詞，叫做手無力。呢個其實切入咗一個關於衰老非常沉重嘅話題，亦係每一個老人家都必須面對嘅現實。有網民非常之坦誠咁分享咗自己嘅親身經歷，唔好話70、80歲嘅老人家啦，我今年先啱啱40歲出頭，有一日去街市買多咗幾樣嘢，因為冇帶車仔，只能夠將幾個重重嘅膠袋掛喺手臂上行返港鐵站。就嗰短短10幾分鐘嘅路程，我嘅膊頭痛到好似有成千上萬條針喺度刺膽，返到屋企連手都抬唔起。呢啲都仲未算上買米、買廁紙、買幾十個雞蛋嗰種大採購添。後生仔嘅修復能力係一晚度嘅事，但老人家如果拉傷咗膊頭，可能要貼好幾個月嘅膏藥都無法痊癒。所以對於老人家嚟講，拉車仔絕對唔單止係一個簡單嘅搬運專用架生，佢喺某種程度上更係長者們用嚟預防身體進一步勞損嘅醫療器械。呢種係一種充滿生活智慧嘅自我保護機制。老人家們咧，雖然唔識啲咩高深嘅物理學公式，但佢哋識得利用槓桿同滾輪嘅原理，將垂直向下壓嘅重力巧妙地轉化為平衡向前嘅拉力。呢個就極大地減輕咗雙手同雙臂嘅負擔，更是拯救咗佢哋隨住歲月流逝而變得越嚟越脆弱嘅頸椎同腰椎。喺評論區度，甚至有一種非常理性嘅聲音話，其實拉車仔係根本唔分年齡嘅。為咗保護我自己嘅膊頭同脊椎，我幾年前就已經開始堅持拉車仔出門啦，唔使理會人哋嘅目光，身體係自己嘅。呢個亦都恰恰證明咗老人家們呢種網絡傳統，甚至被有啲後生仔覺得落伍嘅行為，其實係最符合人體工學嘅生存智慧。有一位網民喺評論區度默默地寫下咗一段話，結果呢段話獲得咗幾千個讚，引發咗無數人嘅共鳴。佢係咁樣話嘅：其實呢架買餸車仔對好多長者嚟講，仲有一個非常重要，但邊個都唔想講穿嘅作用，咁就係扶住行，冇咁驚跌倒。好多老人家心入邊唔好意思攞拐杖出門，就攞買餸車嘅車柄嚟借力當支撐，淡樣行路嘅時候，心入邊踏實，亦冇咁辛苦。對於一個操勞咗一世、堅強咗一世、曾經係成個家庭頂梁柱嘅人嚟講，一旦在出門嘅時候攞起咗拐杖，就等於向全世界宣告，同時亦向自己殘忍地宣告：我真係老啦，我行唔喐啦，我變成一個需要被邊個照顧嘅弱者啦，我可能已經係個廢人啦。呢種巨大嘅心理落差同深深嘅挫敗感，係好多一世要強嘅老人所根本無法接受嘅。佢哋內心深處充滿咗恐懼同埋倔強。佢哋驚行喺熟悉嘅街坊鄰里之間，俾人用嗰種充滿同情同憐憫嘅目光望住。佢哋更驚自己嘅子女睇到自己步履不生、老態龍鍾嘅樣，而喺背後暗自擔憂、偷偷流淚。所以呢架普普通通嘅用嚟買餸嘅車仔，就成為咗佢哋遮掩自己衰老最好嘅保護色，成為咗佢哋喺呢個快節奏城市度嘅避風港。只要推住呢架車仔出門，街坊鄰居睇到，只會覺得買咁多嘢，身體真係精壯啊！喺淡壤嘅讚美聲度，佢哋可以名正言順地用雙手緊緊把握車把手，將慢慢高升嘅身體嘅重量靜悄悄地壓喺車把上，等嗰4個堅實嘅輪子成為佢哋慢慢軟弱嘅雙腳嘅延伸，推住呢架車仔。即使佢哋喺爬坡嘅時候行得慢咗一點，即使佢哋行到一半需要停落嚟大口大口地喘氣，隔籬嘅路人亦只會善意地以為肯定係車度嘅嘢買得太多太重啦，而絕對唔會想到係因為佢哋真係已經老到行唔動啦。呢架細細嘅買餸車裝載嘅唔單止係生活物資，更是佢哋喺呢個世界上最後嘅倔強。佢完美地偽裝成生活忙碌，依然有能力照顧家庭嘅樣，小心翼翼地
不動聲色地維護住老人們內心深處嗰份唔肯放低嘅尊嚴。下次行喺街上，當你睇到行喺你前面嘅老人家推住車仔行得慢吞吞嘅時候，請唔好急住去催促，亦唔好露出任何嚴嚴或者唔耐煩嘅眼神。或者你可以稍微側一側身，俾佢哋讓出一條寬敞嘅路。或者喺遇到幾級樓梯，你可以主動伸出你嘅手，幫佢哋抽一把嗰架沉重無比嘅車仔。因為嗰一刻你幫佢哋托起嘅，絕對唔單止係一袋白米或者係一樽洗衣液，而係佢哋努力喺呢座城市度繼續體面地、有尊嚴地生活落去嗰份沉甸甸嘅重量。多一份體諒，呢座快節奏嘅城市就能多一份令人心安嘅溫暖。